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6月23，诗篇130篇1节到20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我对深渊求救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愿你压耳孔，听我恳求的声。三个来祈祷，压耳孔，听阮恳求的声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溃烂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石盘，你是阮的关台，主啊，阮每一天拢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望你至圣的荣光，也要日日来保养你至权的大尊名。主啊，因为你的名是阮所尊重的，我要伫世间人的中间来宣扬你奇妙的作为，也要来尊你最大。主啊，要将阮对苦难中救拔出来，你要带阮行伫你恩典的路。耶和华，阮对深渊求救你，主啊，求你听阮的声，愿你压耳孔，听阮恳求的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